政治方面的消息，咱今來看，這是立法院今日有新國版的這個國防條例。國防部長顧立雄表示，行政院的版本是上屆齊全的。不過，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質詢的時陣強調，伊無可能支持1.25條的版本。也那部長顧立雄是講，伊無可能期待講啊，這20萬架無人機就宰掉予咱拍倒數防衛戰。重點應該是愛用長彈來建立產業鏈。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、財政委員會23連續審查行政院版本，還有納備版本的國防特別條例。國防部長顧立雄在咧會前大家條亞化話，行政院版本的考慮是上完整的，希望會當支持。不過，國民黨立委賴士葆當顧立雄的面講，支持國民黨3800億的版本。不可能給1.25兆的。我們希望有一個規模性的需求來強化我們的國防。你要珍惜我的支持哦，這個東西，否則就是只有3800哦。我說這個 N 出現了。顧立雄強調，那是對美軍購，就講委託中科院研發的強勁飛彈，嘛是重要的防空戰力。不過，賴士葆卻顛倒要求講，國內家己自製部分應該編列年度預算。民進黨立委陳俊武卻是要求國防部說明清楚，是安怎在咧行政院版本當中編列20萬架無人機，要放在咧特別預算，不是年度預算咧。我們現有的這個整個的產業鏈，他們要看的是一個長單。這個長單要考慮到快速的迭代創新，但是要考慮到我們讓他們知道我們國軍的這個需求。顧立雄表示，無期待20萬架無人機就當百面贏的，重點是咱國內會當家己生產無人載具。也那國防部副部長徐思儉17在咧美國出席 MQ-9B 高空無人機頭一批交接的典禮，外界嘛關心 MQ-9B 當時會當來台灣。第一批大概預計第3期。另外，在咧陸軍8軍團步兵117旅發生步槍的槍指殼加小目登錄的無符合檢驗8槍法，顧立雄回應，實際槍指無任何欠缺，除了進行調查，詳時嘛會請檢調單位介入，為詳細狀況會個說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